祝咱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阁有出日头吼，天气真好。无像有冬天吼，毋过咱有看到咱的布置已经无共款啦。对咱顶礼拜迄个感恩节的暗餐了啊，中昼顿毋是暗餐，爱餐感恩节爱餐了后，咱就开始布置咱的教会吼。咱两边拢有放咱的圣诞树啊吼。啊，今日嘛是大港节的头一个主日吼。咱12月份，咱咧同工嘛准备咱圣诞节的时间吼，咱嘛望主甲因同在吼，互因所做的时间拢得到主你的祝福。好，咱下头同心来祈祷，开始今日礼拜。阮的天父爸，感谢你，伫你生的主日，阮将兄弟姊妹过一摆来到你的殿院，阮做阵同心来敬拜你，求主你安静阮每一人心。阮知还阁有真侪兄弟姊妹，因往你的殿院来进行，要来甲阮做阵敬拜你。求主你保守因每一人脚步。阮中间嘛有侪兄弟姊妹，因为身体还是其他原因无法度来到你的殿院。阮知因嘛伫个线顶做阵来甲阮做阵敬拜。求主你会能浸入阮每一人心，祝福今日敬拜。阮将今日敬拜恭敬奉献伫主的手中，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圣名来求，阿门。六日兄弟平安。这是来团练今仔日学罗敬拜诗歌，第一首诗歌第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这首诗歌咱之前捌做过介绍啦吼。作者弗里奥特 Pierpont 先生伊是英国人，伊本身是古典文学的老师，上次嘛写真侪俄罗的诗歌啦吼。伊所写的俄罗的诗歌当中，上出名就是咱今仔日要念的首诗歌，为着美丽的地面啦吼。伊出生伫英国，伊故乡英国巴斯这个所在有一条爱文河，爱文河风景真水，伊时常伫即个河边伫遐来欣赏即个河景的时阵，常时伊嘛来思考着即个上帝创造的这种恩典啦吼。咱人的目睭无法度看见上帝，但是对咱所看到即个美丽的景致，即个日月星辰，咱会当了解上帝存在。所以伫罗马书讲，罗马书第1章20节安尼讲吼，因为对创造世间以来，上帝永远的关联甲性质，凡所未看见伊的，对伊所创造的，想了就明明会当看见，互因无路通推诿，推脱，互因无路通推脱。所以当咱咧欣赏这美丽的景致的时阵，看到日月星辰的时阵，咱拢会当看见上帝的存在。好，咱这首诗歌，咱来唱第1节、第3节甲第5节。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之星，为着愿出心来，所受一切阻碍。地北上的万这下，我若将我的尊名，为着你目的福气，为着深深的欢喜，所愿无关通欣赏，有声有影的温柔。地北上的万这下，我若将我的尊名，为着做一段恩惠，白白受所愿人类，相信恩典甲认真，地就生活甲应许。地北上的万这下，我若称我的尊名。第2首诗歌200
98首，快乐快乐快乐，原来敬拜。好，这首诗歌的曲大家真熟真熟，这是贝多芬第9交响曲其中大合唱的部分作者亨利·范戴克伊真有才华啦伊是美国人伊本身有写小说小说的作家伊也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伫大学内底教一种英国文学。相信伊嘛是就是外交官伊派去美国派去欧洲卢森堡来做大使。相信伊嘛是长老会的牧者长老会的牧者。这首诗歌写伫1907年1907年。伊去欧洲的时阵，伊伫这英国的伯克郡，伊看到这关山峻岭，伊受到这景致的风景的吸引，然后伊感觉真水，真好的风景。1907年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未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914年，所以当时的欧洲非常的繁荣嘛，真和平，所以伊伫咧欣赏这山景的时阵，伊看到欧洲的这种繁荣，所以伊心内真有感动，伊有感动。伊讲欧洲遮尔繁荣，遮尔和平，敢若亲像未坠落爱丁乐园的迄种的完美啦，伫迄种的恬静当中，所以伊将伊的领袖来写做文字，配合这第9交响曲的大合唱的部分，来展现一种对上帝敬拜的喜乐。所以这是咱来唱首诗歌，第一节总共4节，咱为头到尾拢来甲唱一遍。快乐快乐，原来敬拜荣耀上帝大仁爱，心心欢喜到主面前。夜头仰望心光明，悲伤忧愁求主赶散，了义黑暗无到我，夜晚快乐源头来临，灿烂光明入阮心。受造万物一切恶乐，当心为瑞主宝座。在世人三角人生，一定对话大欢喜。关山深谷残野草花，枝水边鸳鸯风吹。鸟这是歌轻声水泉，松树听堂烟无山。主你赦免，主你赐福。康受尊重应称颂，我挑生命一路源头，我海光挂水长流，上主天白基督兄弟，四海之家亲无别，人人三听好无客气，享受一路也无离。日月七星三角人生，一切恶路主生命。上帝主爱普及人类，手足三听皆宝贵。前瞻不断地向前，一路奋斗为实现。一路歌声亮亮无天。带咱入海山人生。好，第3首诗歌58首，新生首58首，万王的王，主的主。今仔日11月30，明仔载开始12月初，就是今年的最后的1个月，一个月份，也是咱要迎接主耶稣降生的日子，所以咱用首诗歌来陪伴咱的心，来迎接主耶稣的降生。伫这副歌的部分第4句，咱就为雷来赞美有时咱会唱做俄乐啦，不过咱今日照这个8月2音，咱来唱赞美，好不好？好，来。万王的王，主的主，为
带领阮就是以马内利主圣囝，咱着为你来赞美。披使甲天君传播这佳音，当天也是温暖。牧者听消息，欢喜袂孤单，感激归路称赞。万王的王，主的主，为带领阮就是以马内利主圣囝，咱着为你来赞美。基督是救主，为万民出世，大和平入世间。咱做伊有那照顾甲伊听，也伫伊伫帮助。万王的王，主的主，为带领阮就是以马内利主圣囝，咱着为你来赞美。颂扬的开我，黑暗的光年，受压制的头发。愿阮变赦免罪人的心性，让受自由恩满。万王的王，主的主，为带领阮就是以马内利主圣囝，咱着为你来赞美。好，今仔日诗歌听人到这，请咱陪伴心进入礼拜。今仔日是大港节第一主日，要点到的第一支蜡烛是代表期待、希望。我爱敬请顶叹号，基督国来，反省家己的日常言行，甲对上帝信心。今仔日的点烛是邀请主日学的许慈恩姊妹甲王亲家姊妹。着听候耶和华，着勇壮，你的心着坚固，实在着听候耶和华。这是咱做伙来吟诗，信诗第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信诗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辰，为着阮出世以来所受一切的阻碍。
天父上帝，阮齐声阿罗称呼你尊名，请起立，应转手。为着你的地名，为着灿烂的星星，为着咱自有生以来所受一切的阻碍，天父上帝，阮齐声阿罗称呼你尊名，为着咱生的天地，为着你水无边，泉水看马好光景，你为天星照光明，天父上帝，阮齐声阿罗称呼你尊名，为着你嘛的福气，为着心情的欢喜，使阮五官通欣赏，有声有影伫阮中，天父上帝，阮齐声阿罗称呼你尊名，为着尊定的天平，兄弟姊妹父母亲，天顶地上好朋友，友情滚滚高温柔，天父上帝，阮齐声阿罗称呼你尊名，为着做一大运会，白白小事愿领略，生生稳定甲认真，地上上我甲永生，天父上帝，阮齐声阿罗称呼你尊名，阿门。请坐，咱用主所教示的基督文来祈祷，请阮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实，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敌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咱做伙来启应，伫新圣诗后壁，启应文第54篇，就是马太福音第5章。启应文54篇，咱做伙来启应。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忧伤的人真有福气，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咬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熬灵敏的人真有福气，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着实践上帝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请咱同心来祈祷。阮伫天的爸，创造甲救赎的主，阮用敬畏甲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感谢你伫大港的这期，搁再提醒阮你听的应允甲愿望。亲爱的主耶稣，今仔日大港节第一主日，当阮点到代表期待希望的蜡烛，求你点到阮心内敬请等候你国来的热切。恳求你光照阮，信心充满阮，互阮会当反省逐工的言行，坚固对你的信心，跟对主耶稣基督的脚步。主啊，阮要为着徛起的台湾来代祷，愿你的恩典保守临到即块土地，互即前的有智慧。百姓得到公平甲平安，愿你帮助阮即群你的囡仔会当用信心甲行为，伫阮的家庭、工作、社区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爱主，阮特别纪念身躯病痛的兄弟，求你的医治临到，互因得到力量甲恢复，为着心内忧闷。不住的伤心的人祈求，愿信心做因的安慰。圣诞节日子要到，阮嘛将教会所有的事工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赏赐智慧、能力，合伊的心，互所有筹备的同工，互逐项准备顺利完成。愿透过即个事工，将你无限的恩典，甲耶稣基督降生的疼，传达到教会，传达到社区所在的每一个角落。阮同心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第25篇第1节到第10节。诗篇25篇第1节到第10节，伫旧约596面。耶和华啊，我的心神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平素我靠你，毋通互我见笑，毋通互我的对敌因为赢我来夸口。既若听候你的，的确无见笑；遐个无缘故行奸诈的，要见笑。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将你的路途教示我，求你带我伫你的真理，搁教示我，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我通日听候你。耶和华啊，求你纪念你的怜悯甲你的慈爱，因为这是古早以来常常有的。求你毋通纪念我少年的罪过，甲我的过失。耶和华啊，求你照你的慈爱，因为你的恩惠纪念我。耶和华是好搁正直，所以伊要指示罪人行正路，伊要用公平引带谦顺的人，伊要用伊的道路教示谦顺的人。既若守伊的约甲伊的干净的人，耶和华款待因，拢是用慈爱信实。以上，请双副团契来献诗，
所要用的诗歌是杨99倒地平安。感恩的诗，咱来拄好过感恩节，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吼，做伙来唱节五赞，好不好？
请本堂科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该行的路。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爸上帝伫你面前，愿感谢你。季节咧替换，但是你对阮的疼是永远袂改变的。季节咧替换，因为你的疼伫阮中间，互我领受你真实的疼。伫大港节期的即时，阮恳求上帝，你互阮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明白你的心意，互阮知阮每一天所行的路，以及阮未来所要行的路。伫你的旨意内面，我要受到你丰盛的照顾，领受你的恩典。我要将以下这段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帮衬，成做阮向前跑走的气力。愿咱的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时间过了真紧啊！吼，2025年伊要结束啊！伫过去即个11个月时间，咱回想一下，免回想伤久，11个月就好啊。伫你人生的即个11个月内底，11个月敢若拄出生红婴仔共款吼。你想一下，伫今年的1月份到今仔日11月30，这中间有啥物互你感觉真快乐欢喜的代志呢？也是讲有倒一项事，互你真伤心悲白的呢？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咱伫上帝恩典的内面，咱敢有行伫上帝为咱所备办的道路顶面呢？大港节期的开始进前，咱搁一届来思考主耶稣基督诞生的这个日子，咱对咱未来所要行的方向，咱要行的道路，咱敢有行伫上帝指引的顶面呢？今仔日咱所读的诗篇25篇，其实咱看诗篇拢总150篇，这个有名留伫这个作者的名的顶面是100篇，其中属伫大笔的有73篇，差不多占了半数。所以伫新约的迄个时代，以色列人就称诗篇是大笔的歌，所以将诗篇拢讲啊，这是大笔所写。大笔写这个诗篇真有才情，伊将伊人生的一个真丰富的这个过程。伊用伊真侪经历，用诗歌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咱若看到诗篇，敢若看到大笔一生真精彩、真丰富，互咱嘛真意外。但是大笔的诗篇中，真正宝贵，会当流传到即马。我想这是因为伊对耶和华上帝的兴趣甲即个恋慕。互伊甲耶和华建立一个真亲密的关系。那安尼来看，耶和华甲大笔的关系，是因为耶和华的灵常常伫伊的身躯顶。所以，无论是咱咧唱的诗歌也好，咱所看的这段，其实拢甲耶和华的灵伫大笔的身躯顶有关系。互咱会当真实去感受到，透过诗篇。上帝的灵嘛，甲咱做伙，所以咱就会受到感动。所以咱看到那大笔看这个人物，咱知影伊是圣经中间真重要的人物之一。伫属灵的顶面，有圣经学者讲，伊是代表着弥赛亚。伫历史甲先知的中间，其实有对伊有侪真客观，也是有真侪评价伫的。但是伫大笔伊家己所写的诗篇中间，咱会当看到伊内心的感受，甲伊真主观的经历，而且照着信心的感动甲启示，咱会当看到大笔所写的诗篇有一种属灵的价值伫这中间。咱拄则有讲到，大笔的诗有73首，大约咱会当甲安尼分。大笔所写的这诗篇内面，有哀歌，有感恩的诗，有信靠的诗，有娱乐的诗，有
申诉家己冤屈的诗，有忏悔的诗，以及有交互即个咱讲的圣歌队咧唱的诗。今仔日所读的诗篇25篇，是大笔伫忏悔诗中间的一首，总是这些中间大笔伊即承认伊家己的罪，伊理解即个犯罪，毋是去得罪人，是得罪了耶和华上帝。这首诗有22节。嘛是传统顶面，咱咧看犹太人因讲的即个礼物的诗，就是照着犹太的即个希伯来文的即个礼物咧排即个顺序的，用每一个礼物来做每一节诗的头一字。礼物诗伫犹太人的文学中间，是一个真定定看到的文学写作的方式。伊真重要的目的，是要方便遮犹太人因会当记伫即个诗，以及会当显出即个主题的重要性。咱来看到今仔日咱所读的，伊的主题是咧教示百姓伫困境中间要安怎来仰望上帝，而且这诗篇讲到真侪引带、指示、道路甲方向的代志。尤其是有关上帝大笔指示伊行的路，所以咱拢会当想到，可能有一种状况是，可能伫咱过去的一生中间，咱拢有面对的，就是当咱要做一个真重要的决定的时阵，你会安怎来做这个决定呢？这个决定有可能真关键，会影响到你未来的生活。会影响到你未来所要行的路，所以伫即个真关键的时刻，咱每一位跟对上帝耶稣的人，咱拢需要上帝特别的指引，互咱做即个生命中真重要的决定。那咧，咱要安怎来行咧？我想咱拢捌听过一句话讲：歹路毋通行。歹路是虾米款的路呢？伫你的认知内面，歹路到底是要安怎来做一个定义甲解说呢？其实，咱会当安尼来看，伫世界顶面，拢有一种共同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无论伫虾米时阵、虾米所在，拢袂因为伫这个所在来做这个真大的改变。这个规则。放到即个世界每一个所在，拢会准的。这是一个普世拢共款的。咱来用信用来看，就是讲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典章、条例所规范的下面，这就是咱在即个规定伫上帝即个道路顶面。人若偏离，来讲行歹路。这是普世价值，所以咱若从诗篇25篇，咱来看这个引带上帝要引带人的路这部分。其实咱为整个150篇来看，掠诗篇第1篇，其实伊就真做咱读诗篇25篇的背景。咱若详细读第1篇甲第25篇，咱会当看到25篇。就是对第1篇所生出来，这2篇诗篇，拢是有关智慧的诗。伊的信息是咧讲，即使你若有智慧，你就会行即个真实在的路。什么叫做行实在的路？就是你会选择行义人的路，你毋是去行歹人的路。我想咱常常拢会用诗篇来当做咱的祈祷，咱常常拢会读诗篇，当做咱要倚靠诗的一种经文的，互咱的力量。总是伫咱每一个人咧读的时阵，咱若用诗篇25篇的经文讲，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将你的路教示我，用你的真理来引带我，来做咱祈祷的内容的时阵。
那呢，咱就是咧宣认、宣告上帝伫圣经中间让人所启示即个招庇的路、招传的道理伫即个中间。伫上帝作为内面，虽然有一寡是暗稳目的事，总是无论是甚物款的，咱无法度明白理解。这一切拢伫上帝掌握的中间。不过，咱看到整个的圣经，是通过上帝启示予咱的，伫圣经内面所记载的，无论是遮的条例，无论是遮的规范，其实拢是咧显明上帝的心意。这个心意毋是干那伫旧约迄个世代的人有尔，这个心意是互全体人类每一个世代的人拢有的。所以咱会当明白了解一件代志：上帝其实是不断咧引带咱人类，无论伊有互咱看到伊是怎样咧引带。上帝甲所有人讲，伊比人搁较毋望会当前往去到一个所在，就是伊爱咱去达到的这个所在。未来的路，总是要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咱才有法度向前行嘛。咱今仔日若要出去佚佗，咱讲伫台湾就好啊。你要去到台中，你要去到屏东，你要去到花莲，你总爱有一个目标吧。你手机仔的导航，你总是爱设一个地址吧。因为有这个目标，咱才有法度向前来行。有这个目标的引带，咱才有这个方向通好进前。我会记伫细汉的时阵吼，迄个小学内面拢有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是我将来要做啥物，也是我的愿望是要啥物。毋知即摆小学敢有即种题目？迄阵吼，有人就写讲我要做律师，我要做医生，我要做老师，我要环游世界。当然啦，迄阵嘛，常常足侪人讲我要做总统的。不过等咱大汉了，咱才知影讲啊，总统干那一个尔啦，哦。律师爱读足侪迄个法律的册，吼。啊，医生咧，哦，迄个养成真辛苦，吼，无眠无日安尼吼。啊，老师呢，爱真有耐心甲疼心吼。啊，环游世界要安怎？你爱先有钱啊，啊，阁有时间啊。无论安怎，咱细汉时阵的迄种梦想、迄种希望，到今仔日，咱敢有达成啊无？我想，这拢是咱人属伫即个世界欲望。那呢，伫咱信仰内面，咱会当怎样去达到即个目标呢？伫每一天、每一个月、每一季、每一年的即个过程中间。咱会当去想的是，咱敢有真正持续地行伫即个真理的顶面呢？无的确，咱会可能安尼烦恼讲，家己的信仰是安尼，上尾变做真空虚的失望，也是会感觉伫祈祷的中间，上帝无马上来回应咱，照着咱的方式来显明，互你感觉真失望啊。但是，上帝是真神，上帝是真神。伫人类的历史中间，咱会当看到侪信仰的前辈，因见证了一件代志，就是我靠上帝，听候上帝，无得到见效。这个见效伫原文内面的意思是无得到失望，因为来到上帝面前的人。上帝一定会保护，离开上帝，行奸诈，偏离正道的。有时咱会当看到这个人，敢若咧做歹，做无好的，啊，结果因安怎真好业，财产真多。哇！咱若看到即马新闻咧讲遐个诈骗集团，厝几落间，迄个好车真侪台，总是。看起来这是得到俗世的好处、财富，但是上尾因爱见效，因爱失望，
因为上帝是一位公义圣洁的上帝，所以咱会当了安尼来分一个，但是毋是完全正确，就是无认捌上帝的人，因可能敢若知影要求即个神祝福因，互因有财富，互因有功名，互因真顺利。总是咱认捌上帝的人，咱是求上帝引带咱行伫真理、信实、平安、喜乐的道路顶面。因为只有上帝的道路，才是受到祝福的路。我每天咧为咱教会众兄弟姊妹咧祷祷的时阵，对身躯病痛的兄弟姊妹，祈求上帝互因得到医治。伫心内有艰苦、逼迫、无助的，求上帝透放因；好伫灵性顶面，嘛求上帝保守咱众兄弟姊妹，会当得到信心的保守。当我每一天咧为着咱众兄弟姊妹向上帝祈求的时阵，其实我心内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大家真正需要的是甚物？那呢，上帝要赏赐予咱每一个人的，佫是甚物呢？所以每一摆当我为大家祈祷了后，我拢上尾祈求上帝，恳求上帝家己显明伊家己，互咱每一个人，互咱真实甲上帝相拄，互咱真实知影讲。咱每一个人伫今仔日开始，每一天所要行的道路是甚物？咱的需要拢无共，只有上帝伊知影咱每一个人的需要，互咱有一个愿望，互咱伫未来，互咱伫未来会当愿意来听候上帝。当咱每一个人愿意听候上帝所赏赐这个恩典祝福的时阵，我咧想，迄是因为咱过去捌谈过这个恩典的滋味，咱的心中是掠上帝最欢喜。当咱明白这个道理，咱感受过了后，那呢，我想咱每一个人会更较刻薄，要去得到上帝的话。得到上帝的指示。诗篇150篇，其实真长，好像咱每一天拢会当透过诗篇来做祈祷。总是有圣经学者甲诗篇分做这5卷，讲这是摩西甲摩西五经做一个对照。咱若看25篇，伊会当讲是，那圣经学者分类是讲是伫诗篇中间的创世纪。无论安怎，咱要看这个背景，其实25篇的背景，当时一个真复杂。除了讲到大卫逃亡，伊要安怎逃离扫罗甲押沙龙的对战，那咱单单来看诗篇25篇，对大卫来讲，是伊找求上帝这个过程中间真复杂，就是以色列的对敌不断咧制造这个纷争，互大卫甲伊的子民袂当真敬虔端正、平安无代志过日子。当咱要超找上帝的时阵，其实有侪代志会影响到咱，互咱无法度真正安静来到上帝面前。伫诗篇25篇，大卫的心内伊嘛知影家己捌犯过错。但是伫这个诗篇中间，伊无真正提到这个罪这个字，罪人的这个名词有出现过，但是永远是其他的人。大卫伫其他的诗篇无承认家己是罪人，不过伫25篇的内面，第7节，大卫伊总算承认伊所面对的困境，毋是对外在的敌人。是因为伊内在因素有关，就是伊的罪甲伊所犯的过失。
所以看到大卫在即种环境的中间，外口有征战，内面有惊吓。当大卫处伫即种困境的中间的时阵，伊看无头前的道路，迄有可能是别人对伊的得意，嘛有可能是内心迄个上罪的一个阻挡。所以，咱若要用诗篇25篇来做咱个人祈求引出祈祷的时，咱要将焦点放伫上帝的身躯顶。咱会当安尼来祈祷，咱会当安尼祈祷讲：我因为信靠上帝，带着期待、毋望、听候上帝。咱会当安尼来看。咱会当来讲，伫我祈求上帝纪念我，却毋通纪念我的过犯。求上帝将罪人甲罪分开。咱会当祈求上帝，将伊迄个特别的爱来到咱的中间。这个爱是上帝甲咱人立约的爱。所以，当咱咧祈求上帝的时阵，咱毋是要求一个真超自然的方式。咱要祈求的是，咱来真清楚明白上帝平常时所做代志的方法，求上帝用伊的方法来指引咱头前应该爱行的路。那安尼，什么是上帝平常时所做的代志呢？伫圣经中间，咱会当看到，伫这个世界甲这罪恶的中间。咱的肉体，咱的情欲，咱有可能会家己欺骗家己，欺骗别人，互咱看无到头前的路。但是圣经内面甲咱讲的是，咱若谦卑佮顺服，忏悔佮恭敬，带着一个期待的心来到上帝面前。虽然咱是一个罪人，但是上帝要求会引带咱，祝福咱。所以咱会当真肯定讲，上帝一定会引带我，但是咱毋知上帝引带咱去到倒位，因为上帝可能甲咱讲的毋是迄种真细节，你爱做第一项、做第二项、做第三项。咱真清楚，上帝要带咱的是上帝甲咱的约，就是用伊的主爱，将咱揽条条，将咱扶持行头前的路，所以咱祈祷的毋是爱迄个真详细遐的资讯，咱爱祈求的是上帝的赦免。所以咱看到伫诗篇25篇上尾，大卫咧真清楚表明，咱伫即个过程的中间，咱会受到即个对敌的攻击。因为对敌要攻击咱的是咱甲上帝中间迄个亲密的关系，正做一个真重要攻击咱的目标。所以咱的目标是，咱爱甲上帝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当咱拄则讲了这所有一切时阵，咱会当安尼讲：主啊，我为我家己过去所求的一切，是要照着你的应允。你应允毋是要单拯救个别的人，你也要拯救所有的民族。所以，咱会当求主祝福咱每一方面，咱嘛会当用这个祝福来祝福咱中间的每一个人。所以有时咱会当安尼祈祷讲：愿平安人民，加添互所有遵守伫你约的人，互咱会当时刻仰望上帝。这是25篇代表伊的心意。各位兄弟姊妹，当咱每一个人拢真做基督徒的时阵，咱拢希望上帝会当指示咱头前的路。咱拢会当希望上帝当咱咧有即种选择真困难的时刻，甲咱讲咱爱安怎做。咱拢毋望咱会当真安然徛起，咱拢毋望会当互咱的后代会当承受即个土地，咱拢毋望咱的囝儿会当未来甲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咱才会毋忘，伫咱日常中间，咱就爱大声来敬畏咱的上帝，存敬畏的心来遵守上帝的命令。主耶稣捌讲过，有我的命令佮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嘛会受到上帝的疼。我爱伊，而且要用伊来显明。咱每一个人拢是生活伫即个世界社会中，外在有侪侪的引诱咧引诱咱，互咱陷落伫即个情欲魔鬼的罗网的内面。所以咱特别需要常常仰望上帝，求上帝来拯救咱。我最近较爱看钓鱼的吼，也是掠鱼的即个影片 YouTube 吼。最近看到一个 YouTube 伊讲伊去钓鱼，伊钓鱼钩啊扣起来吼，鱼就过来。但是咧，鱼无法度掠上岸，伊爱安怎？用一支手抄网吼网啊去甲鱼绑起来。网啊甲鱼绑起来了后，鱼啊就走袂去啊。罪恶就亲像网啊网，甲咱绑起来。所以，互咱走袂出去，总是当咱仰望上帝的时阵，迄个要将咱网起来即个网啊，无法度甲咱困掉的，因为上帝的伸手将咱从即个罗网内底救出来。咱每一位上帝囝儿，咱伫即个世界，毋是拢是一帆风顺，咱也会孤单。困苦，咱嘛会烦恼，这个困难会互咱转向上帝。义人有侪侪苦难，但是耶和华救伊脱离这一切。有人讲，有苦难是上帝对咱生命的造就，所以咱有时毋免紧紧讲上帝，你将这个煞开。咱只要求上帝看顾咱的困苦、咱的艰难，上帝引带咱离开这个患难，进入迄个宽阔的所在。所以咱看到伫诗篇25篇中间，伊中间讲到认罪悔改，而且看清家己的状况，知影我是啥人，上帝是之水。第二，咱要知影上帝是一个慈爱怜悯，就是当咱信主了后，咱会当哪来哪明白，若毋是上帝宝贵的恩典，咱啥物拢袂当做。咱嘛需要行伫上帝真理的道路顶面，无咱对神学的知识愈来愈侪，咱上尾变做保罗所讲的，迄个敢若会响的炉，甲会响的拔共款。今仔日咱通过大港节第一主日，2025年的圣诞节一要到，上时2025年也要结束。学生的学期要结束啊，公司的专案嘛要做一个结案，教会的事工嘛要完成啊。那咧，咱每一个人，咱个人的生命嘛需要做一个整理。咱毋是要停留伫即个所在，因为时间继续应前咧行，代志遥久咧进行，咱的生命共款一天搁一天。未来路，咱要行伫倒一条道路咧？伫进入该当节期，当咱回顾过去的一年，我想咱应该会当看到有上帝引带咱伫咱的中间，伫咱的生命，咱会当去算上帝伫咱每一个人中间施了偌济恩典，是咱信仰的日程，即种起起落落、跋倒搁爬起来呢？伫这个过程中间，其实咱渐渐会当变成上帝所欢喜的模样。那呢，这是咱每一个人坚守咱对上帝的信靠，这是出自内心的信靠。
大港节期，这个真重要的节期，咱就专心听候救主耶稣诞生所带来毋望。咱来仰望上帝，存谦卑的心，承认家己的罪、家己的需要、家己的软弱，存敬畏的心，来求上帝指示咱头前应当行的路，互咱伫每一天用欢喜听候的心来等待上帝的引带。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阮感谢你。虽然阮伫世界，但是主你有愿甲阮做伙。虽然阮面对济济困难挑战，总是上帝你帮助看顾阮。伫大港节期的开始，当阮咧听候主耶稣基督诞生的即个好消息的时阵，阮嘛回顾阮过去的生命，阮知上帝你继续看顾保护阮。嘛，恳求上帝引带阮头前的路站，互阮用欢喜快乐的心来听候等待。恳求上帝亲身来引带，阮将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仰望伫主你的手，愿主扶持，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回应的诗，成圣诗298首，快乐快乐，阮来敬拜。快乐快乐，阮来敬拜，荣耀上帝大仁爱，心生欢喜到主面前，举头仰望新光明，悲伤忧愁求主赶散。了伊黑暗无打我，永远快乐源头来临，灿烂光明你关心，请起立应全手。快乐快乐，阮来敬拜，荣耀上帝大仁爱，心生欢喜到主面前，举头。心光明，悲伤忧愁求主赶散，叫伊黑暗无打我，永远快乐源头来临，灿烂光明你关心，受造万民一切福乐，放心为对主保守，天在世。请坐，这是咱来奉献。
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若是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请坐。伫报告进前，咱做伙来读经句2遍。伫周报的第2面，请。什么人敬畏耶和华？耶和华要指示伊所走经的路。诗篇25篇12节。什么人敬畏耶和华？耶和华要指示伊所着经的路。诗篇25篇12节。澳洲圣光分担，领唱圣歌队，苏磊、赵一路长老、苏琴、陈玉文姊妹，献诗圣歌队，苏宪、潘秀丽执事，张景元执事。教台潘秀丽执事、陈淑姊妹，音控周宏邦甲陈佑珍兄弟，广告经理郭牧师。澳洲礼拜3查经基督会，主会是张文玲长老，主理郭牧师，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4章。后礼拜第2礼拜，主理是郭牧师，请大家准备圣经甲信息的部分。消息报告：第一项，今仔日是大港节第1主日，今仔日礼拜是邀请主理学的许启恩甲王亲家姊妹来点蜡烛。第2026年的文山教会组织，请会当参考第9面。第3，圣诞节、感恩节筹备小组伫咧本主日12点30分，伫地下1楼来召开第7届的筹备会。第4， 12月6號10點，伫教會有舉行張約伯兄弟的追思禮拜。第5，聖禮典後主日是有舉行聖禮典。迄天的聖餐奉獻是為着帶動基督教病院，請兄姐別擔心。第6，有聖誕
暗暝报佳音的报名，伫咧12月24号暗时8点伫教会即刻出发。啊，今年是要往万芳沿线社区的公园报佳音，要参加报佳音，互师兄姐当到1楼柜台填写报名表来安排车位。迄天的早间祈祷会暂停。第7项，请各团契会当伫12月14号进前，要交下一季的聚会表，来安排下一季的圣工事奉。第8项，圣歌队聘任司琴的同工，要预定伫明年的1月2号来就任。啊，相关的聘征有刊登伫咧社群网站，啊有意愿的会当电邮教会啊。下面是网址。好，第9，请牧师。好，咱要请12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要为恁唱生日快乐歌，已经甲恁祝福。来，在座的12月份生日的，请起立。我已经徛起来啊。好，来，咱唱2届，还没好。好，来，等你讲。刚刚那这几位尔，应该还有哦。好，来，请起来，咱为你唱生日快乐歌，来。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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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好，这个司琴吼，拜托，再一次，我要完整的。好，没关系，好，我们就这样好了。来，为因做一个祝福的祈祷。全能的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会听伫阮的中间，阮真欢喜，甲12月生日的兄弟同齐欢喜。愿主你亲身看顾每一位兄弟姊妹，互因伫生日的时，因搁一届来。回想上帝伫因过去一生的恩典疼痛，时时刻愿恳求上帝，你赏赐加倍恩典疼痛伫因的身躯顶，嘛祝福因的每一天拢行伫主你为因备办的道路。愿将这伫12月生日兄弟交伫你的手，继续恳求上帝你扶持、保护、看顾，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咱家讲一届生日快乐，请坐。好，请咱来行平安礼。
耶稣，因为耶稣，这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这做神，因为耶稣你更美，因为耶稣让有国我的名声。要是让手出我名，欢喜给人的主名，因为耶稣从父神也做属名。请咱游玩起来，做伙用祝福的诗圣诗396首，担要散会求主赐福，因是煞请科无师教导。担要散会求主赐福，好阮心中上快乐。大家给人亲爱互助，欢喜滚地主脚步，地主脚步，地主脚步，遍过旷野主带路，阳光光明归主生命，向阮心只免惊惊，请你传播百倍休息，世界为主做见证，做主见证，做主见证，无论倒去做光顶，教会运行对阮做起，所受灵阮若记忆，阮的心是叫主帮助，若有若在阮无限，阮的无限，阮的无限，无限从我同在。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出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甲盼望，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之地，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味道。礼拜只是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